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吓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新聞頻道娛樂新聞簡報。喺娛樂圈呢個瞬息萬變嘅舞台上，有啲女藝人總能以獨特魅力跨越歲月長河，成為一代又一代觀眾心中嘅經典。今日我哋要講述嘅就係嗰位擁有42寸逆天美腿，曾以馬小玲一角紅遍亞洲嘅萬綺雯。佢今年55歲，近年雖然淡出香港電視熒幕，卻喺內地浙江莫干山開設民宿，過上恬靜自在嘅生活。佢嘅近照喺網上流傳，嗰份凍齡容顏同從容氣質，再次俾人驚嘆。原來真正美麗，從來唔只靠外表，更嚟自內心嘅安穩同選擇。萬綺雯1970年出生於香港，祖籍上海，童年喺牛頭角上村同埋新界元朗度過。家庭環境並唔完美，父母關係緊張，甚至喺佢18歲嗰年正式離婚。呢段經歷讓佢早早識得珍惜親情，亦都立志要為自己同母親打造一個溫暖嘅家。佢中學畢業後冇繼續升學，而係到服裝店打工，憑藉高挑身材做試衣模特。1989年，19歲嘅佢參加亞洲小姐競選，雖然最初淨係想借機出國見世面，卻意外奪得亞軍，從此簽約亞視，踏入演藝圈。出道初期，佢迅速嶄露頭角，憑甜美外貌同修長身段獲得力捧。1995年同甄子丹合作《精武門》，1996年主演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飾演藍鳳萍一角，以讓觀眾留低深刻嘅印象。但係真正讓佢名揚四海嘅，仲係1998年嘅經典劇集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》。劇中佢飾演驅魔師馬小玲，一頭長髮迷你裙加長靴，配上嗰張標誌性長腿，型格性感兼備，成為無數人心中嘅女神。該劇唔單止收視爆棚，更推出多部續集。佢連續主演1999年，更奪得亞視最佳女主角獎。馬小玲呢個角色不僅定義咗佢嘅演藝高峰，亦都讓長腿女神呢個稱號伴隨佢至今30幾年。回顧當時嘅香港娛樂圈，萬綺雯嘅成功並非偶然。佢喺亞視時期戲路廣闊，從古裝到時裝，動作到喜劇，都能駕馭自如。同期唔少女星亦都曾經以美貌同身材打響名堂，但佢總能憑真摯演技超越外在標籤。類似嘅情況喺香港女星中並唔少見，例如早年一啲以性感形象出道嘅藝人，後來亦都透過唔同角色證明自己實力。萬綺雯嘅長腿唔只係外在優勢，更係佢自信與專業嘅延伸，讓佢喺競爭激烈嘅環境中站穩一席位置。2012年佢轉投 TVB， 以部頭合約形式繼續發展，首部劇集《老表你好嘢》便大獲成功，不但收視口碑雙贏，更成為當年全港收視第2高劇集，僅次於《衝上雲霄2》。佢喺 TVB 時期戲路更趨成熟，告別咗早年嘅迷你裙造型，轉以優雅幹練形象示人，出演《致命復活》、《伙計辦大事》等作品，展現歲月沉澱後嘅從容魅力。呢啲嘅轉變反映出佢對演藝事業嘅認真態度，從唔滿足於單一形象，總喺挑戰自我。然而，演藝圈嘅高壓生活亦都讓佢經歷低潮與迷茫。拍攝期間身體常有傷痛，密集工作更讓佢一度感到疲憊。佢曾經喺社交平台分享心路，提到如果繼續勉強落去，只會更唔開心。2020年同 TVB 約滿後，佢選擇同編劇丈夫陳13移居內地。呢段婚姻源自相識7日便閃婚嘅緣分，至今超過20年，無兒無女，卻相伴相依，成為彼此最堅實嘅後盾。呢種選擇喺當時引起唔少討論，但對佢而言，或許正係人生另一階段嘅開始。移居內地後，萬綺雯冇完全離開公眾視野，佢成立工作室，拍攝微綜藝《奇遇記》，走訪各地民宿，最終被浙江莫干山嘅自然風光吸引，同朋友合股經營名為奇瑞嘅民宿。
莫干山素有十里畫廊美譽，周邊青山綠水、竹林環繞，民宿設計融入自然元素，有露天泳池、竹林景觀等，吸引唔少旅客前嚟打卡。佢親自拍攝宣傳片，跌膊造型配短裙，依然散發少女感。42寸長腿喺田園背景中更顯出眾。民宿生意火爆，甚至擴展到南京開設分店，事業版圖穩步前進。呢種轉型喺香港藝人中並非孤例，唔少前 TVB 或者亞視女星北上後投身商界或者生活服務行業，都揾到新平衡。例如一啲早年移居內地嘅女藝人，透過經營民宿或相關生意，唔單止實現財務自由，更獲得心靈平靜。佢哋嘅共同點，往往係識得喺人生唔同階段重新定義成功。萬綺雯嘅民宿唔只係生意，更係佢生活理念嘅延伸，遠離城市喧囂，擁抱自然，同旅客分享恬靜時光。呢份從容，恰恰係佢保養容顏嘅最佳秘訣。近年近照中，佢身穿簡約白裙，喺綠意田園回眸一笑，肌膚緊緻，氣質清新，睇唔出半點歲月痕跡，讓網民直呼防腐劑美貌。從心理角度睇，人到中年往往面臨身份轉換嘅挑戰。萬綺雯早年家庭不完整，俾佢特別渴望穩定與溫暖。演藝高峰後，佢選擇婚姻與新生活，正反映出對內心安穩嘅追求。呢種轉變並非逃避，而係智慧咁調整步伐。喺競爭激烈嘅娛樂圈，好多藝人因長期壓力出現情緒低落或者健康問題。相反，識得尋找新出口嘅人，往往能重獲活力。萬綺雯嘅故事正好印證，真正強大嘅人唔係永遠停留喺聚光燈下，而係知道幾時該為自己而活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亦都可以睇到類似案例，例如其他香港女星淡出幕前後移居內地，經營生活類生意，同樣活得精彩。佢哋唔再追逐收視率或話題度，而係透過實體事業同更多人建立連結。呢種轉型不僅帶嚟經濟收益，更豐富咗人生體驗。萬綺雯嘅民宿吸引嚟自各地嘅旅客，有人分享旅行故事，有人尋找心靈慰藉。佢則好似一位溫柔女主人，默默守護呢份寧靜。咁當然，移居內地亦都意味住適應個新環境，從香港嘅快節奏到莫干山嘅悠閒生活，需要時間調整。但萬綺雯顯然適應得好好，佢繼續喺社交平台分享近況，偶爾以古裝造型亮相，仍滲透少女味，證明保養與心態同樣重要。佢嘅丈夫陳13作為編劇背景，亦都為呢段新生活提供支持。夫妻二人低調相伴，遠離是非，專注經營事業與家庭，呢份默契正係好多人羨慕之處。回顧萬綺雯嘅演藝生涯，從亞視一姐到 TVB 收視福將，再到民宿老闆娘，每一步都充滿轉折，卻始終保持真我。佢從不刻意迎合市場，而係跟隨內心指引。呢份堅持喺當今娛樂圈尤為珍貴。好多藝人年輕時風光無限，中年卻因各種壓力而迷失。萬綺雯則用行動話俾大家聽，人生可以有第二章，而且可以活得更精彩。喺更廣闊嘅視野下，我哋睇到人類總喺度追求所謂嘅成功，但成功定義因人而異。有啲人需要掌聲與鎂光燈，有啲人則渴望平淡同自由。萬綺雯嘅選擇反映出對後者嘅向往。佢喺民宿中享受同大自然親近嘅日子，接待旅客時嘅笑容，比起當年拍劇嘅時候更顯自在。呢份轉變亦都讓我哋思考喺快速變遷嘅社會中，如何平衡事業同生活，如何喺中年重新揾到自我定位。佢嘅故事同時帶出家庭背景對個人嘅深遠影響，童年經歷嘅唔完美往往成為前進動力。佢早早立志打造美滿家庭，雖然無兒無女，但係與丈夫嘅相守便是最好嘅圓滿。呢種心理韌性，俾佢喺面對低潮嘅時候，能勇敢作出改變，而唔係困在原地。
總嘅嚟講，萬綺雯從長腿女神到民宿經營者，展現咗女性喺唔同人生階段嘅魅力與智慧。佢不僅保留咗外在美麗，更透過生活選擇，散發出內在光輝。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與壓力嘅地方，佢嘅經歷值得好多人借鏡。從萬綺雯嘅故事中，我哋學習到人生冇固定劇本，勇敢跟隨內心，適時轉變，先至能夠活出真正屬於自己嘅精彩。無論身處何種環境，保持真誠與從容，便是最美嘅姿態。多謝收睇香港新聞頻道娛樂新聞簡報，繼續每日為你八進娛樂圈，下集見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